Hi, it's Thomas from mindfulbreathwork.com. I'm very happy to wish a fantastic 25th anniversary to Lightworker Center in Hong Kong. It's been a long time. We know each other when I arrived in Hong Kong in 2016 or 2017, and they are still doing a fantastic job since that day, and even before. 25 years is a very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center life. So I wish them all the best for the rest, and see you soon in Hong Kong.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25th anniversary, Santa. It's amazing that you have been holding a spiritual event for such a long time. I'm Takako Furuta from Japan. I have been running a spiritual center in Japan for 30 years. I know Santa for a long time, and I like her own Akashic record reading. And I think it's wonderful. She organized a lot of spiritual private sessions and classes. Now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wonderful Japanese practitioners to Hong Kong and share the information to each other. I wish you continued success, Santa. Hi, this is Simon. I'm here to send my best regards to the Lightworker Center in Hong Kong. Lightworker Center has been doing a lot of good work for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region. As the anniversary of Lightworker Center,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 lot of good work of Lightworker Center doing it in the near future for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for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ightworker Center on its 25th happy birthday！ 恭喜恭行者中心25週年生日快樂！大家好，我係 Isis Wu， 我來自台灣。2015年8月，我嚟到香港嘅第一站就係光行者中心。當時我真係冇諗到現場居然有50幾位嘅天使菩薩聚埋一齊。我一一嘅去讀取大家嘅 DNA， 大家有冇講哇太準啦？然後我哋一齊去清理。活動結束之後呢，就同阿 Santa 傾偈，先知道哇原嚟 Santa 又係來自台灣。我真係冇諗到喎，呢個係幾大嘅願力同使命，可以從台灣嚟到香港辦一個咁大嘅中心，變成一個最大嘅光柱，幫助所有嘅人覺醒。接落嚟嘅幾年呢，香港就變成我大嘅家，光行者中心就成為我分享超意識 DNA 嘅平台。我認識咗好多嘅天使，聽到好多嘅生命故事，但好可惜，因為 COVID-19 我就冇辦法再嚟香港啦。感謝光行者中心，感謝所有透過光行者中心同我相聚嘅大家，冇你哋就冇我嘅靈性天賦可以發揮嘅所在。所以我愛光行者中心，我愛香港，我愛你哋。Santa love you， 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再見咯。Bye， see you next time。Hello Santa， 祝光行者25週年生日快樂！真係好唔容易啊，可以行新心靈呢條路，行咗25週年，直頭呢就係身心靈界喺香港嘅先驅。我喺呢度呢都上過好多堂㗎啦，唔同嘅堂，其實都係好好嘅，即係對自己個人內在嘅提升呢都有一定嘅幫助同埋起到個作用嘅，所以希望光行者繼續喺香港咧搞多啲呢一個身心靈嘅課程啦，即係請多啲外國嘅老師啊，同埋一啲好嘅老師咧嚟到即係搞班啊令到我哋更多嘅學習同埋
可以學識更加多關於身心靈方面提升嘅技巧。好多謝 Santa， 亦都好多謝光行者。聽日搞咗同埋後日搞咗8場嘅活動嚟到慶祝25週年。祝你哋一切都成功，生日快樂！喺香港繼續發光發亮。Thank you。好高興今日喺度咧慶祝光行者25週年啊！25週年，1/4個世紀，一啲都唔容易啊！好榮幸咧喺25年前咧就見證咗幾位年青人咧為咗香港嘅福祉咧創造咗匯水中心，即係光行者嘅前身。喺20幾年嚟咧，我真係獲益良多啊！因為佢哋咧去世界各地搜羅咗唔同嘅大師啦、名師咧，帶嚟咗各式各樣嘅課程。我隨口講一下咧，都有10幾20項咧，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用嘅。首先咧就係光嘅課程啦，莫老師咧不辭勞苦，每一個禮拜咧都喺台灣飛過嚟教我哋。當我哋每次見到Tony媽媽嘅時候咧，都好能夠感受到佢嘅愛啦、佢嘅溫暖啦，同佢嘅喜悅嘅。當我哋提到咧台灣嘅時候，就唔可以唔提許添勝老師啦。仲有咧就係藥水老師，藥水老師咧當時佢一翻譯咗奇蹟課程嘅中文版咧，就急不及待帶嚟香港俾我哋啊！呢本咧係不可多得嘅著作。提起奇蹟課程咧，我哋又唔可以唔提 Bijon and Jomi 嘅 Effortless Prosperity。佢咧對我嘅思維影響深遠啊！明白咧正面對我哋嘅生命有幾大嘅影響。咁另外就係 Dr. Dimitris 啦，一位會講非常之流利普通話嘅外國人，佢嘅生命密碼同直覺力咧，都影響咗我，令我明白我自己嘅天賦才華，同埋要靠他力，唔好淨係靠自己喎。好，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海靈格嘅 Family Constellation 家庭排位法。Bert Hellinger 呢個大師嘅功力咧，大家可能都見識過啦。而佢成日都強調過，只要有愛嘅流動咧，世界上所有嘢都可以解決嘅。好，咁另外我自己好中意嘅咧就係神聖舞蹈啊，因為每一次跳呢個舞嘅時候咧，我好能夠感覺到自己嘅活在當下，感覺到自己嘅臨在，感覺到自己嘅價值。仲有咧，當然就係氣功啦，高士養生功。因為練咗呢個氣功咧，我感覺到氣喺身體嘅流動，亦都認識到辟谷對我重要性，我身體咧係強壯咗好多啊！仲有最後嘅就係關於呢個 Aura Soma 啦，或者係 Doreen Virtue 嘅 Angel Cards 等等，好多好多。希望咧光行者中心能夠秉持過往嘅精神，繼續將更加好嘅課程同大師咧帶到嚟香港，令到香港能夠越嚟越開心，越嚟越富足，越來越豐盛，越嚟越愉悅感恩。多謝光行者中心。大家好，我係何家瑜醫師阿發。咁樣咧，我本人咧喺香港咧係做心腦血管修護嘅研究，咁係以中醫為業嘅。咁我本身嘅修煉重點就係古道家嘅養生方法啦。咁樣咧，我知道咧，現在咧係光行者中心 Centra 佢哋嗰邊嘅25週年。咁我所認識嘅 Centra 咧，俾我嘅印象係乜嘢咧？真係一個咧非常之有愛心、有智慧、有實修嘅一位不可思議嘅女士。咁樣咧，佢除咗有愛心、有智慧、有實修力量之外咧，佢有極大嘅熱情去發揚咧身心靈啦、光啦、愛咧各方面嘅各種能量同埋知識。而且最重要係乜嘢咧？佢本身係我哋香港嘅超級老前輩咧，有好多嘅資源咧，係可以幫助佢實踐到咧佢要做嘅呢一件事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喺2025年啦，人類去到一個咧重要嘅成長轉化嘅梯階。咁喺呢一個時候，我絕對覺得咧 Centra 同埋光行者中心所做嘅事咧，對人類係一個極大嘅助力同埋祝福嘅。咁我喺呢一度咧，祝願光行者中心啦同埋 Centra 業務興隆，一切如意吉祥，將光同埋愛帶到地球，帶到人間，帶到香港。咁我亦都代我嘅朋友啦，代我自己啦，同埋代香港人咧，多謝佢同埋佢嘅中心為我哋所作出嘅貢獻。Hi， Santa 老師，我是清月。還記得去年冬天
我们还在光行者中心一起见面探讨今后的合作。今天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感恩的心情，共同庆祝香港光行者中心成立25周年。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里程碑，一个属于所有光行者的荣耀时刻。在此，我代表北京光和养生平台的心理负责人，向香港光行者中心向光而行的开创者三太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25年1/4个世纪，回望来路2000年的那个起点，如同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带着对光明、成长与福祉的深切期盼，播撒在东方之珠的土地上。那时的香港刚刚回归祖国怀抱不久，社会充满活力，也面临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塔老师怀揣理想与热忱的先行者，以光行为名，立志成为迷茫者心中的灯塔，成为困境者先行的伙伴。光行者这个名字承载着深刻的寓意，他们不仅是探索者，在心灵的幽谷中探寻智慧与力量的光源，更是守护者，为那些暂时身处阴霾的人们提供庇护，点燃希望。我们亦是连结者，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理解、支持与关爱的桥梁。25年来，香港光行者中心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专业服务、全人发展的宗旨，在心理健康、家庭辅导、精神康复、生命教育等多个领域深耕细作，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社会影响力日益深远。25年，三塔老师勇于拥抱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引入先进理念，拓展服务边界。从传统的面谈辅导到线上咨询平台的构建，从单一服务到跨专业团队的整合，从聚焦个体到关注家庭与社区的系统干预，光行者中心始终努力走在时代前沿，回应着社会不断涌现的新需求。感恩是此刻我最真挚的心声。站在25周年的新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作为心理人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人们对心理健康和精神福祉的需求将更加的多元和迫切。我深信，我们北京光和养生中心将会与光行者中心继续推进新合作，与政府、商界、学界及更多社会组织携手，汇聚资源，不断提升专业水准，提供更精准、高效、人性化的服务。25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的蓝图正待我们共同描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初心不改，信念永存，光行者这艘承载着希望与温暖的航船，必将在新的航程中乘风破浪，继续为无数心灵点亮前行的灯火，为香港这个我们深爱的家园增添更多的和谐。祝愿香港光行者中心前程似锦，再创辉煌。祝愿所有的伙伴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